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
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这世上的苦难，
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像距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像距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
咱做伙来唱会情的诗。
个礼拜已经要开始，为着保持礼拜中的庄严，请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咱以万恬静的心来听福音正声。因为我要将水摒予喙焦的人，将河水灌压大地。我要将我的神降落伫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气降落伫你的子孙。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452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尼大？
咱兄弟游园徛立，提醒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概念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文27，请兄弟编开圣诗后面第50页。启用文27篇，嘛是诗篇130。我客请咱兄弟来引。耶和华，我对深渊求叫你。主啊，耶和华，你若救砍罪恶，是水徛会调。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伫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手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至尊至大天父上帝，感谢你将上大的福分赏赐予阮台湾这片的土地，因为有你的固守，予阮安全闪避顶一礼拜对台湾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风台。感谢主，借着即届风台所带来的雨水，灌压阮的大地，把足阮的水库，予阮伫煞节的日子有够额的水通用。阮知上帝所创造的天地甲田园，原本是够额搁完全的。你所创造有分伫你，要甲你三角管理世界的伦理，原本也是合一的。原在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躯。阮伫教会内底，照着制度设立牧师、传道师、长老、执事，甲各团契的会长。每一人照着主所赏赐的无相共的财分，伫教会各部组尽心尽事尽意来服侍主，甘心来去做主的圣殿，嘛是神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阮伫教会内面借着服侍，用行动来表明阮对主你的疼痛。嘛借着服侍来互相疼痛阮的兄弟，阮相信，这原本就是主你的旨意，就是要借着服侍来操练阮的心智，互阮的信仰伫服侍的操练中，体验主的谦卑，甲愿意服侍世间人的精神。恳求主帮赞，阮的教会无欠缺愿意服侍的人，
但是欠缺愿意主动举手大声讲出“我伫遮，我伫遮”的人。即使伫教会，逐个人拢诚做玛利亚，伫主内底占着上好的福分。若安尼，教会敢袂出几个马大愿意真心来服侍正人的人吗？我相信，心内的疼痛若无用行为来表达，只不过是抓袂着的风，甲闻袂着香味的塑胶花尔。恳求主帮助阮，特别是伫这段无牧者的期间，恳求主保守阮的兄弟，阮着互相关切，彼此代祷，毋通留空芳，互魔鬼试探的机会。阮着管好家己的喙，毋通滥散批评，喙讲无好听的话。阮将阮教会所要推动的事工交托伫主的手中，愿主感召引带，愿主帮赞。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正歌对学老，我心恬静。
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5章1至9节，听兄弟免费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新约109页。这个事了后，有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巡游门，有伫伊壁内坑口叫做毕士大，有5个两笼，迄内面有青面的、摆骹的、会孤单的。侪病人倒地，伫遐有一人破病38年。耶稣看见伊倒地，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吗？”破病的人应伊讲：“主啊，水震动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代先我落去了。”耶稣甲伊讲：“起来，抓你的仆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抓伊的仆仔去行。现在，我心恳诚来尊崇，我心情在对你因公，牺牲我的主。现在，我心恳诚来尊崇。我心情在对你因公，牺牲我的主。下面咱邀请王武聪牧师为咱证道无情世界有情天。祝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遍来到伫大园教会，甲咱三脚做阵来敬拜，互咱通过敬拜来对着心灵的平静，以及属天的福分。我相信今日主有恩典，要互咱，也要通过伊的话来鼓励咱。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记载一个必须大伫遐边拄着一群敢若无愿望的人，总是耶稣群话带来互人愿望，是咱拢活伫一个看起来敢若真互咱失望的一个世界，总是今日主耶稣犹原上款，一直咧做即个代志。咱搁一遍先大声来祈祷，主啊，阮即个时备办好阮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恳求真理的圣神引带阮明白你家己的真理，互你的路步按照正义。改贴上帝的话，就互阮看见伫你的话内面有何等大的快乐。求你开阮的目睭，看见你的荣耀。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感谢主，互咱这段时间，这个新冠病毒COVID-19
渐渐安尼缓和下来。毋过咧，卫生署市中心游园有咧经过咱即个中秋了后，检采会有搁一波的即个感染，是咱2年偌久来，将近3年啊，咱看见即个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才会结束？我想所有的遮个讲话的专家，无人敢甲咱讲，这有结束的一天。现在即个病毒就会安尼一直延续落去。现在伊会一直不断的一个改变、突变，咱真明显一定会一直活伫即个惊吓内面。是我想，咱所惊吓的，毋若是咱的身体会拄着什么款会才会感染。我想更较大的问题，现在是因着即个病毒带予整个世界真大的一个变化，所有经济即个人的关系，拢产生了真大的一个改变。是总讲一句，咱拢活伫一个随时爱面对，互咱惊吓的一个世代。当然，抑阁毋是干那遮尔，咱随时伫咱四周围，也拢不断会有真济咱承受袂起的病痛也好、意外也好，或者是各种无相款的重担。我定来问讲咱活伫即种的世代，到底咱的愿望伫倒位？到底咱的愿望伫倒位？是过去即几礼拜，中华路教会就有5个个别性，有无相款的人，有年长90岁，有少年人，有破病真久的，有失智真久的，有亲像植物人安尼过了几啊年的。嘛有迄个突然间忧郁症，全安尼来结束家己生命的，是太济代志，太济咱承受袂起的，什么时阵会发生伫咱的身上，咱拢毋知影。是咱拢处伫一个无助无奈的世代。伫这种情景下面，咱咧期待的是啥物？今仔咱看，拄则师会长老甲咱读这段经节，我毋知你读这段经节的时阵，这段经节咱应该拢熟悉的，但我毋知你读这段经节的时候，有发现这段经文内面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啥问题？我毋知你有看见啊无？必须代志，而且咱看见必须代志，迄个池仔边的无奈。虽然这个池仔称作医治的治，因为伊会带来医治的能力，就是相传伫这个必须代志。天使会照时，当然什么时阵毋知影，但是咧，伊就是过一段时间，圣经记载讲一段时间，迄是伫迄个有译本细字的内面写安尼讲，天使会照时来摇动迄个池仔水，池仔水震动的时阵。先跳落去的人，啥人就得到医治。就安尼，这个池仔边就有真济
罹患重症，无药通医的，医生束手无策，无药通救，完全绝望的人，就说找尽办法，经过了真侪医疗，拢无法度的，因来到伫这个池仔边，抱着一点点的愿望，伫遐咧听候水叮当。啊，你会当看见迄个情景，因为圣经记载讲是池仔叮当第一个跳落去，才会当得到医治哦。啊，所以咧，迄就敢若亲像迄个跳水的选手，抱伫迄个跳水台哦，顶后迄个裁判官哦，咧开信号枪，砰一个时阵哦，看啥人先跳落水安尼，哦。敢像咧跳水选手安尼哦，先跳落水，好，第一个跳落哦，才有得到医治哦。好，但我拄要讲说，我兄姊妹，你读这段经章，你有详细读啊无？我毋知你读这段经章时，你有读到问题啊无？你看，池仔边是圣经记载讲，池仔边是啥物款人？池仔边倒着是。倒着是什么款人？圣经记载讲啦，倒着什么？来，请你讲一遍，第一边倒着是什么？青眉，啊，过来咧，掰开，啊，过来安那，黑气高大。好来，我请问你咧，痴迷的敢看得到水叮当？用水叮当。跳落才有啊！啊，痴迷敢会看到水叮当？看袂到吼，来啊！摆开虽然伊看会到，毋过摆开迄气高大，伊敢有法度第一个跳落去？若按圣经写这是啥物？你明明是糟蹋人嘛，对无？对无？那安尼这个池仔虽然讲会当医治，毋过咧。对你这个痴迷摆卡、血气高大的人，因根本都无可能第一个跳落去嘛。所以咧，我看这个简直是宗教骗术啊！对不？这根本就是宗教骗术嘛！你敢若画饼充饥安尼？何等的风气？毋过咧，来，你有阁想到一个问题无？啊，就这个人都无可能伫咧跳落，啊，是安那因游玩阁伫遐，啊，甚至有人等38年。问题伫遮，啊，就编辑知影，我都无可能伫咧跳落去啊。哦，啊，所以。在人看，伊都无可能嘛！啊，但是安那因游玩，还阁逐工伫遐咧等，啊，而且今仔圣经来讲，有人伫遐等38年。人游玩啊呐，虽然无愿望啊，虽然绝望啊啦，毋过咧，游玩。就是讲有一点点的期待，有一点点的机会，伊有缘抑阁是愿意等。这敢就是咱今日大家人的情形？这敢毋是就是咱今日偌尼济人因着安尼，但是伊找毋到对象的时阵啊？互人骗甲，啥物拢无去。宗教骗术就是用安尼，一直互你一点点啊愿望，但是咧，到尾也是互咱愈绝望啊！你若找毋到信仰，找毋到宗教，真就是安尼嘛。我顶礼拜去澎湖去住一个民宿，迄个民宿的头家
一个姊妹，我信主几年久，我就问伊讲，你安怎信主？伊讲以前去拜甲吼，去拜的时阵就是爱去供养，迄病人内面拢足侪爱供养，爱供奉，爱意思就讲你爱关系的啦。伊讲伊伫遐安尼，无啊，真就是无啊。但是去伫遐有所求的时阵，伊就是有完去伫遐讲，伊安尼一讲几啊十万、40-50万那个。不过我你现在后来先说，伊看见对面另外一间民宿，迄个头家娘信耶稣了，就是无共款。伊转去问伊，讲啥你来变安尼？伊讲我信耶稣，是专案来信主。是遐个姊妹，今日老实讲，偌哩侪人咧找就是一点点啊，因用了抑个咧抱机会。这就是咱今日所看见这段经节，真现实，伫咱社会的情形，伫咱四周围的情形，就是王宣布完全无愿望啊！伊抑个咧抱一点点的机会。好，咱过来看一项。必须大池，伊被称作义地的地，毋过必须大池，伊的原文的意思是叫做人民之家啦。必须大池，伊的意思叫做人民之家，但是咧，就必须大池的现实的状况来看起来。伊绝对是一个上无有人民的所在。为什么安尼讲？因为最震动的时阵，敢若第一个跳落去得了伊地，所以你会当想象迄种的场面，一定是安那争先恐后，抢破头，去啊去啊，一定安那话声。大人伫遐安尼目睭较来的人看到迄时候，学调表示一定要冲去嘛，对无？冲去的时啊，哇跳！爱一人发生时，一定要四周围的人，一定拢烧手，要赶紧要跳落去嘛。啊，伫迄个情景内面，啥人会讲？OK， 你先跳。咁伫迄个情形下，逐个人拢伫遐等，甚至有人伫遐等遐久啊，对无？啥人会烧娘？啥人会烧娘？咱莫讲啥物，即摆时，我讲，迄月饼有人排7点钟就愿意去排，我受真袂晓啦吼。啊，排遐久的人，伊敢会甲你讲说，无要紧无要紧，这个蛋黄酥我定来咧食哦，新娘你排大声诶。敢会安尼？袂啊，对无？所以咧，伫遐先会当先跳落去的，一定是什么款人？啊，骹手健壮，耳聪目明，敢若安那？感冒拍下唱的人先跳落去啦，对无？遐勤俭的人先跳落去啦，对无？人自私的本性日头赤影嫌衰人过性命，管待杀人的病偌重，管待杀人已经要死啊！伫紧要关头内面，我先得着较要紧啊！敢要人有啥物贴心啊？贴人亲像家己，互相撒尿咧。所以这同情的人伫下课中间哦，若无往去打死吼，迄就真幸运啊呢。难怪这个破病38年的病人，甲耶稣讲啦，甲耶稣讲最震动的是无人将我摕到池仔内面。当我要去的时，已经有别人比我先落去啊。
这是这个伫遐倒38年变碎的迄个无奈啦。伊的心声，哦，最震动是无人甲我读了啊！啊，我好不容易爬到位的时阵，已经有人升落去啊！所以必须代志，被称作异地的地，伊却无异地。伊的名叫做人民之家。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啦，现实的状况来讲，伫遐你要找到有人民人的人真少，逐个人拢要抢第一，啥人会去烧尿咧？我想必须代志的情景也不只是安尼。我拄仔讲，这敢若像一个宗教骗术安尼。必须代志的无奈也毋若安尼，可我悲哀的是啥物？有个人跳落去啊，毋过咧，伊慢几秒钟，啊，若是一个摆骹变碎的，伊互人家，哦，有人有疼心，哦，赶紧甲杀落去安尼。毋过咧，真可惜，慢一步啊！啊，你家想看嘛？摆骹变碎凄迷，若互人就是有人帮咱甲杀落去的时，迄结果安那？迄结果安那？阴死嘛，敢毋是咧？对无？伊都无过啦。啊，毋过是圣经是讲第一个跳落才有异地啊。啊，一大堆第二名的，第二名以后的落去安那？无得到异地，反正安那？哦，最阴死，敢毋是安尼咧？敢毋是安尼咧？所以必须代志，伫遮所表达的，互咱看见，这是咱今仔日现实生活内面，哇一个世界的写照。咱今仔日有偌尼济需要异地的人，伊得袂到异地。偌尼济人需要帮助人，伊得袂到帮助；偌尼济人需要资源的人，伊无得到资源；偌尼济需要政府帮助的人，伊真得袂到政府的帮助。有才调的人退去，毋过咧，这无才调的人就是有一个毋茫，毋过因永远得袂到。那安尼，当因咧呼求人民异地的时，因却伫毫无招架能力下面，被塞入一壶亲像宗教的死水，伫遐活活淹死。今日偌尔济人，就是带着这种的困难无奈。去咧求助宗教，去咧求助帮助，毋过结果反倒被骗。迄个结果安那，就愈绝望。好，但我已经分析了，互咱看见伫必须代志内面的情景，虽然伊有异地。毋过，迄个互人的机会是真渺茫。虽然伊是人民之家，毋过照现实的状况，要找到人民真少。所以结论来讲，伊敢若亲像一壶的宗教的死水，人抱着愿望，人跳落去。迄个结果是敢若像迄阴死共之，这就是咱的世界，这就是咱的社会，这就是咱四周围偌尼济人，因生命的情景。好，当伫这情下面，愿望伫倒位？
愿望伫倒位？感谢主，伫无情的世界内面，有缘有晴天。耶稣来到了这个无情的世界，是，而且圣经咱看见，真侪困苦重担送养病痛的人，到处祈求人民医治，却得不到帮助。总是耶稣道成肉身，伊主动来到伫无情的世界。圣经在讲伊遍行逐乡社，看见羊亲像无牧者，伊就怜悯人。是耶稣带着怜悯的心来到伫这心心灵已经痴迷摆卡变碎高大的世界。耶稣来，伊主动问讲：你爱得到医治无？你爱得到医治无？这不是一般的 “hello”， 你好吗？你食饱未？你有穿烧无？你好无？耶稣不是这种的问话。耶稣啊，不是来讲一寡这安尼真客套的话，伊单刀直接问讲：你爱要得到医治无？你爱要得到医治无？这是带着官兵能力的话。路加福音第4章18节也讲主的灵伫我的身上，因为伊用油抹我传福音予送乡的人，切见我报告被掠的得讨棒，痴迷得看见，受压制得了自由，报告上帝感纳人的喜年。是，伊来要找求失丧的人，伊要将人对罪恶中拯救出来。伊更较愿意去医治一切身体病痛、心灵创伤的人。伊来带予这个无情的世界有晴天。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就带予人愿望。伊个愿望是对倒的来？耶稣伊亲自来摇动这个池仔水。圣经记载讲，水无震动的时阵，就是亲像一湖的死水，无法度得到医治。人落去是淹死那定。天使来摇动，就带来医治的能力。这个事咧，甲咱讲啥物？若不是出于上帝怜悯圣神的工作，就无医治啦。池仔水所以会带来医治的能力，不是人的作为，也不是天使有什么款的法术，乃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怜悯，就是有人用人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家己去摇动迄个池仔水，伊嘛袂晓度带来医治。就是上帝通过天使来摇动一湖的死水，互迄个死水成做活水的时阵，伊才会当带来医治啦。迄个背后也是上帝的权柄甲能力。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圣经一个开始就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无混沌，烟面黑暗。上帝灵运行伫水面，上帝讲要光就光。而且你有特别注意，其实必须大地迄个池仔水会震动，伊是均原地。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上帝创造天地的作为啊！上帝创造天地时，讲
讲上帝灵运行伫水面啊！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是上帝灵运行伫遐，佮加上上帝的话语带着官兵力量，伊发命令出的时阵啊，世界就形成。所以今日迄个池仔水，上帝灵伫遐运行，上帝有发布命令的时阵，迄个池仔水叮当才会当带来医治啊！是2000年前，耶稣亲自伫创世的时阵，上帝灵运行伫水面。2000年前，耶稣亲自也来摇动必须大池的池仔水。当圣神运行伫遐的时阵，相时也运行伫必须大池。就安尼，耶稣的话充满官兵力量，伊就吩咐这个病人讲：起来，摕你的蹼仔起来行。迄个人即时就得了医治。是当时耶稣摇动的，其实不只是必须大池的池仔水，伊是去摇动这个38年变碎的人的性命，伊摇动人的性命。伊毋但是摇动人的性命，伊今仔伊完相反，伊要来摇动一间死气沉沉的教会。市会伫遮咱看见了，耶稣出声，毋若讲你爱要得到医治无？耶稣去发布命令，伊的话带着官兵力量，摕你的蹼仔起来行，摕你的蹼仔起来行，是。这拢是对着圣神的能力来，若无圣神的工作，耶稣有缘袂当做啥物。真清楚讲，耶稣有缘相款，我靠圣神预备赶鬼。今日主要说有缘相款。伊要享受圣神的活水，予咱。约翰福音第7章37节，也讲耶稣徛在大声讲：人喙焦到我遮来啉，信我的人就亲像圣经所讲，要对伊的腹内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讲这话是指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是这个活水要对咱的腹内浸出来，一直到伫永远。是耶稣来，伊毋若摇动宗教的死水，伊也输了圣神的活水。这个圣神的活水要滋润打碎心田，要医治人心灵的创伤，要带予人生命的愿望。是兄弟姊妹，你是不是脚步这个生命的活水？当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咱拢活伫一个无来无走的情景，咱的愿望伫倒位？系姊妹，什么时阵咱会拄到困难？什么时阵咱去体检也好，还是突然间发现啊，癌症？什么时阵咱会发生确诊？而且这个确诊，什么时阵会对轻症变成做重症？是咱拢唔知影。
总是我盼望你今仔日通过今仔日这个圣经，我盼望通过今仔日你的敬拜，你会当记得耶稣所讲这句话，请你记得耶稣所讲，伊知影你上切身的三件代志，什么代志？耶稣看见倒伫猪仔边38年，这个变碎的，是这个变碎的倒伫一种完全无奈无助的光景内面。今日如果你拄到不幸，或者是你四周围的人有拄到这种的不幸，请你会记得，耶稣看见，请你会记得，耶稣看见你生命的光景。搁过来，耶稣知影你破病真久，无有人会当甲你拯救，无有医生会当甲你医治，无有人会当帮助你。毋安尼，我要紧的是，耶稣伊要问你：你爱要得到医治无？你爱要得到医治？即摆这个就真重要。你的回应是啥物？你的回应是啥物？你的回应是啥物？无效啊啦，无效啊啦，无路用啊啦，无可能啊啦。是，这个38年变碎，伊一个开始的反应嘛是安尼呢。伊的反应本地一个开始，伊原是真消极。伊听讲，最顶当是无人甲我杀落去啊！我到位的时候，已经有人比我较大声啊！是，伊嘛真消极。毋过咧，整个转捩点伫倒位？转捩点伫咧，耶稣讲起来，摕你的步起来行。是，我相信迄个人，伊一定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伊一定有一个信心的回应。检查伊会讲，就是。这个无用吗？就是因为主耶稣你讲，我试看卖啊咧，我试看卖啊。是，哎，只会当有一天你陷入这种困境，耶稣看见你无奈无助，耶稣知影你的痛苦绝望，伊来了，伊要点到你的愿望，伊要亲像吩咐迄个变碎讲，起来摕你的步起来行。你会安怎讲？我真软弱，我无困难，我哪有可能？我已经有够可怜啊！耶稣，你莫甲我糟蹋好毋？你莫阁甲我讲这风凉话好毋？是，这个时候，就是你会有这反应。其实当然嘛是真自然的反应，毋过咧。我邀请你，就是伫这种情景下面，你爱做一个备案。不管你过去生命的光景怎样，心灵偌软弱，信心偌不足，甚至你对耶稣的话存疑，这个时阵我永远要鼓励你，给耶稣一个机会，给耶稣一个机会。你紧紧来抓牢伊，给耶稣一个机会。你甲主讲，主因着你的话，我愿意试看卖。其实真济信仰就是安尼啦，信仰就是安尼，信仰就是伫咱真济无奈无助真济咱感觉都已经无可能啊，
但是因着主的话，我愿意试看卖啊，一个安尼。姊妹，真侪时阵，当你有一个愿意试看卖的时阵，圣神就开始做工，你知无？我告有一个姊妹，伊伫台北遐拄着真侪困难，当时后来伊倒转来台中伊的厝，家己找来教会的时阵，伊是袂讲话的，就是所谓的失语症。迄当时伫台北的时，伊嘛信主了时，有真侪教会，我真侪牧师请去帮赞伊，因为伊有真重度的忧郁症，帮赞伊。佮后来伫台北遐拢无啥物款会转变，伊就倒转来厝里要疗养。后来人报伊来到教会，是迄阵来到中央的教会的时阵，伊拢来参加迄个祈祷会。我就单单甲伊讲，我即摆时吼，其实你无需要我搁为你啥物赶鬼啦，还是啥物啥之类。即摆你只要你开始训练，你开始读圣经，将圣经你家开声甲读出来。检查你讲牧师伊都袂讲话啊！你讲，因为伊是无法度完全无法度讲话。伊当伊要讲话时，伊然后才就敢若像去有一股力量甲伊定掉咧安尼。所以伊拢袂讲话安尼，拢袂讲话安尼。但是我甲伊讲，你就是用你的意念去读，你用你的意念去读圣经，但是你的意念就是你要甲伊开声甲读出来安尼。祈祷嘛是相款，祈祷毋是伫心里默祷。祈祷是你努力，就是我就是要甲伊开嘴，要甲伊要甲读，要甲讲出声出来安尼。我敢若介意安尼，是要偌奇妙，你敢知影？伊就是开始安尼，我甲讲你无法度开声嘛，所以你用你的意念去读，用你的意念的时阵。全着用你的嘴努力一句，耶稣你就是安尼，你就是安尼，用你的意念努力要甲开嘴甲读出来安尼。只要你敢知影，就安尼了呢，是伊得到医治。伊人迄个失语症，被讲话完全的。7月几月最后一礼拜，原上阮有一个少年人小妹带来找我，其实因兜是几年前就有缘拄着困难，然后到位去帮助伊，甲伊同偶像，也甲伊规家伙也来洗礼。但是独就是其中一个一个家庭内面一个兄弟这个姊妹的兄哥，因为伊咧做的工作是做啥物呢？专门咧卖名牌，就是对庙的内面哇，迄个拢传来迄个名牌安尼，然后伊即个名牌伊就去印，去影印一张1箍，但是伊一张卖20箍安尼嘛，就是咧共报名牌安尼啦，咧共报名牌安尼，迄是伊的生活，迄是伊的工作，迄是伊主要的收入啊，迄当时全家来洗礼时，我就甲伊讲，你毋通阁做即个代志。你毋通过去做这个代志，因为你这是这是毋若是讲欺骗人，这完全就是你互魔鬼开大门，互魔鬼入来嘛。因为你这个名牌就是爱对庙的遐来啊，
啊，庙遐内你就是甲这社人有一个交结啊。哦，迄当时因家庭来信主时，我就甲伊讲啊，你毋能够，你毋能够做这个代志，但是伊放袂落，因为迄是伊的生活，迄是伊的收入嘛。伊迄而且讲，伊讲我的厝贷款，我就是靠这收入安尼啊。好多，毋过7月底先去贵妇新，招聘各病伊拢查无病，啊医袂好，啊因小妹就带来我，带来时我单刀直入我就甲伊讲，我甲你祈祷无效，我甲你赶鬼，鬼即马出去，毋过你离开教会了时，鬼马上搁入来。我甲你祈祷无效，我甲你赶鬼无效。我讲，唯一就是你是毋是愿意切掉甲黑暗关系、魔鬼的关系？意思就是你这个工作袂使搁做啊。旁边有蓝色。伊讲啊，我靠这食饭啊，啊，我的贷款就靠这咧纳啊。我讲无毋对，毋过问题是你这是开门互鬼入来啊，是你家己欢喜我迎这鬼来啊。哦，啊，所以你若继续安尼生活嘛无法度啊，对无？哦，毋过我甲你讲一项，就是讲你今仔你要放掉这个工作，我知影你的困难。我知影你放袂掉，我知影你这是你的收入，毋过咧，但是你会当甲主讲一项，讲主，我愿意，求你帮助我。你只要安尼祈祷就好。啊，当你甲主讲，主，我愿意放掉这个，你搁过来生活，搁过来工作啊，迄主甲你负责任嘛。啊，所以只要你能愿意的时阵啊，后壁搁过来，我相信主会替你排比，主会替你开路。我甲伊讲安尼啦，我讲伊讲好，安尼伊愿意，伊要试看嘛。是，我甲祈祷了，迄礼拜我敲电话去问小妹，我牧师。真正遐物件拢无过来啊！但是我讲这个见证，最主要就是讲，是无就是咱伫真济无奈、无助、无可能的中间，只要甲主讲，主我愿意，主我肯，主我愿意试看卖啊，就安尼。是，你就甲主连上线了啦。你就互主有做工的机会、做工的空间啊啦。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迄个绝望的中间，会当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是信是所仰望的事，有把对未看见的事有确据。咱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嘛。咱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还是姊妹，今仔日咱拢伫真济无奈无助的中间，人咧祈求仰望。教会就是人仰望，毋过咱今仔真危险的，教会死气沉沉，教会颠倒是问。人都有够侪问题啊，家庭都有真侪问题，教会问题搁较侪。是，要怎样？咱就求圣神来，求圣神来，求主来掌管，求圣神来搅动咱的教会。求主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人拢欢喜主动。去亲近，最才会活伫无仰望的人的中间，去咱虽然感觉牧师啊，我家己问题都足济啊，我家己担当都遮济啊，
是无毋对，就是你家己本身。但是你佫愿意去关心人，关心你四周围的人的困难的是安那？你就咱去经验着圣神的工作。你就咱经验着，当你去帮助人时，上帝来帮助你的家。这是足奇妙，这是足奇妙的代志安尼。所以求主帮助咱啦吼，互咱可以伫即个无奈世界内面，往一个人，你话讲啥人当来救我，啥人当来帮助我。我想咱的教会，就是伫即个世代，爱去做即个工。咱今日，我想咱今日道理拢听足多啊啦，咱欠缺着实际一个行动。所以我分享者，我教会咧做一个事工，我感足有意义。我相信咱教会内面有足侪遮个印尼来的外佣，我甲称作印尼的天使。真正老实讲，遮个外来的外佣对咱台湾的贡献实在太大太大。咱偌尼济时代，若无有遮印尼的天使来甲咱照顾的时候，咱家己照顾遮时代吼，咱就再袂了。我家己有我的老爸老母，拢经历请过遮外佣。我的丈母即马95岁，嘛是上款，拢遮外佣帮衬安尼。你有想看嘛？遮外佣偌可怜，因一来就5、6年，拢无转去因家己的厝，因迄种孤单，迄种无伴。我教会开始做印尼幸福小组，我鼓励会友的雇主，你一礼拜互因出2点钟，互因来教会。来教会时，我是用 VIP 来款待这印尼的外佣，用真澎湃的餐食来请因，尊因就是咱台湾的贵宾，是咱的天使，安尼来招待因安尼，然后互因伫遐互因伫遐备受尊荣，然后咱更感谢，然后互因伫遐有出来休困的时间安尼。哇！你敢知影？迄对因来讲的时吼，迄是互因一个足大的动力。咱印尼穆斯林回教要信主足困难。阮做2期印尼幸福小组的时候，一期拢2个人洗礼，而且因是公然公开洗礼安尼我即摆先搁甲因做因这小组搁甲因教中文，用伫因暗时9点以后用视讯甲因教中文。因拢爱因的雇主9点以后拢到困9点以后时，阮伫线上教因中，伫线上内面甲因带小组聚会安尼。因有够欢喜，是，姊妹就想真正伫咱的四周围太济需要关心的人，求主帮助咱，像最后说去滚我这个无愿望的人，但毋讲你爱要得到医治，就需要祝福咱的教会，会当来做主欢喜咱做的工，再来祈祷。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恳求你，伫这个充满无奈无助的世代，只有你才是阮的愿望。是主，你来了，你咧问讲，你爱得到医治无？是阮拢需要你的医治，求你帮助阮经历你医治的大能，也求你帮助阮，愿会当带予阮四周围的人愿望。愿咱恳求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咱起立，齐声来唱回应诗460首，见若人有忧闷伤悲。见若人
请坐。下面奉献由刘罗宇执事甲陈美福执事。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兄弟先编开周报第3页，咱来背诵本周的金句。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仆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举伊的仆仔去行。约翰福音5章8至9节。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仆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举伊的仆仔去行。约翰福音5章8至9节。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仆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举伊的仆仔去行。约翰福音5章8至9节。本周甲后礼拜聚会表甲事奉表刊登伫周报第3页，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注意。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非常感谢王武聪牧师为咱来主礼拜甲讲道，非常感谢。
第二点，咱今日中昼11:30，伫1楼副堂有召开咱教会9月份的定期中集会甲认集会，请咱所有的中集事工的会长踊跃出席。因为受资执事家族有人确诊的关系，所以讲伊今日请假，由刘罗宇执事代理。第三点，咱后一个主日礼拜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学院派潘宗杰牧师代表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第四点，教会成立聘牧小组，召集人是罗金枝长老，咱会内兄弟心内若有理想的牧者想要推意见，听候甲罗长老来接洽。第五点，双年团契年会选举的公布，会长是由王明仁长老担任，副会长是蔡梦云老师。其他同工刊登伫周报内容。第六点，总务部咱有这个停车场指挥交通，目前有欠3位同工。咱邀请咱兄弟踊跃来参与教会服侍。有意愿来担任这个交通指挥的服侍的兄弟，会当甲我来直接联络。第七点，有要订后一季新安公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请这个行政干事来登记。第八点，请各行政单位团契伫9月18进前。上班是9月18进前，爱甲这个咱后一季的这个轮值表、团契聚会表交咱的行政干事。第9点，咱教会的有机农场第一期的开课，确定伫10月初2，礼拜日下晡3:30到5点，伊是先1点钟上课上一个基础的这个有机农场的概念。上课调了，咱就去6楼现场实质栽种报名甲今日截止。若有兴趣的兄弟，上班伫今日甲我本人来联络。第10点，咱无牧师的期间，咱教会1楼主堂的铁卷门甲中庭活动铁门侧门拢有甲锁起来。兄弟若伫周间有代志要甲教会联络，尽量避免伫行政干事伫拜1、拜3休假的期间来教会。庆生咱较来同齐来庆生咱先甲这个教会消息先报告煞。团契消息，第一点，青少年团契，咱下早11:20伫5楼副堂聚会，欢迎咱会内青少年会使主动来参加。其他咱本会真侪这个活动甲团契聚会拢刊登伫咱周报第5页，请咱兄弟注意伫内容。教界消息刊登伫周报第6页，其中较要紧是第1点，咱下晡3点伫忠孝路教会有举行第5任因忠孝路教会因下晡有教会有举行因第5任的牧师庄颂伟，甲伊的团队牧师傅世贤、林美香、王品佳牧师的就任典礼感恩礼拜。其他教界消息，请咱兄弟注意伫
周报第6页。周报第7页刊登是咱顶礼拜9月4号的奉献的内容。然后楼顶、5顶的部分，请咱兄弟这个财务部长来反映另外，咱教会今年有要来举办这个野外礼拜。野外礼拜这个内容咱是不是请这个田科长老伊上台为咱来说明一下？这平安咱来先来看一个影片这较大声的。这平安咱教会2年1届要个礼拜，伫11月初6要来举行。咱即届是经即个拿来教会伊最近有起一个即个灵修中心咱想象一个无甲30人的教会起几啊亿的灵修中心，这若毋是上帝恩典的带领实在是想象袂到。咱即届教会有机会要来去遐拿来教会的灵修中心，咱要伫遐做野外的礼拜，一个真水的所在。咱今年的主题是找找心灵的故乡啦。这个小翠卡牧师伊伫传道的时阵，分派去伫拿来教会，伊伫遐咧思考怎样对即个庄头，对即个拿来有啥物款的帮衬，伫遐。去即个灵修的中心，伫互附近也有做这协会的工课，咱伫遐会当来去遐做野外礼拜，然后咱要伫遐中昼顿要伫遐用餐，伊是通常伊是拢教会的兄弟姊妹在准备啦因为即届因礼拜日，所以讲因专心礼拜，因是请迄个外汇咱要伫遐做迄个外汇的自助餐啦所以讲遐个位真宽，食饭煞，咱伫遐休困，大家随人伫遐找一个迄个所在咱伫遐休困了，咱要对山带来到海去布袋渔港，这我顶日拢有甲行过布袋渔港有真济真丰富的渔产咱两伙伫遐买，伫遐做休困边就是高跟鞋教堂
互咱比较，就是讲，迄个高跟鞋照行，毋是高，伊是一个地方的建设，内底是无啥物物件，是一个建筑物。教会的实际是有主耶稣，毋是有迄个建筑物。啊，牧师咧讲，咱教会若亲像毕士大池安尼，拢无人咧搅动的时阵。会沦落甲一种宗教的死水啦！啊，我邀请咱大家伫11月初六拢会来参加。啊，每一个人400块，就是讲，你著占位，你著甲交钱就好啊吼。啊，这教会补贴1000几块咧。啊，所以讲，咱只有100名的名额。啊，小组长来报名。哦望大家拢伫11月初六，啊，即届嘛得到庆美这查某囝吼，文化真大的帮赞，替咱先甲车先停起来吼，因为即摆游览车真贵，啊，佫订无车啦吼，所以讲我邀请咱兄弟拢来参加即个邀约礼拜，啊，紧报名，啊，名额若够就较歹势吼，安尼甲报告，多谢。另外今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是第一届来阮的聚会当中的无？若有，请你举手。因为无吼，今日咱若无新的朋友，因为咱教会受请庆生吼，名单刊登伫第4亚洲报，我来唱名吼，咱邀请咱。伫教会出事的，有会生日的兄弟吼，请你起立，后咱同心来庆祝一下。有杜佑生、赖佩清、赖义雄、张玉慧、吴儿、陈建忠，请你起立。杜慕恒、洪雅珍、吴维国、黄少军长老、刘明玉、黄燕佳。赵宇轩、李淑芬、魏启松、赖佩爱、陈佑莹、洪允恒、汪孝文、李思乾、廖陈玉金。即摆我邀请咱兄弟起立，咱同心来为着咱教会有辛苦白听会友，甲咱个人，甲咱的家庭，甲咱的工作，咱同心起立，咱同心来为这个事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啊，阮知你是时时愿意听阮祈祷的爸。阮将阮生活所拄着的困难，无论是阮的身躯、阮的家庭、阮的工作，也是阮的课业，阮拢大胆开喙向你祈祷，恳求有你的帮赞。阮教会青年陈洁仪甲陈宣慧，因伫永暗伫台北有表演的演出，阮恳求主你保守，互因的表演会当顺利来完成。阮教会为着要找到适合的牧师，特别成立聘牧小组。恳求主你的引带，互阮有一个会带领阮的教会行入新的时代、新的改变的好的牧者。恳求主保守阮教会兄弟，
特别是有身体欠安、住院疗养的兄弟，恳求主特别顾修施淳朴弟兄、施林明月、林淑慧老师甲林陈玉秀姐妹，恳求主做因的瓦靠。互因伫疗养的过程中有主所赏赐的平安甲祝福，恳求主，互因有真好的医疗，伫病院内底通好得到真好的照顾，互因的身躯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伫阮台湾疫情要严重的时阵，恳求主保守阮兄弟的出入。互因无论是伫工作上、经济上，也是课业中的学习，拢袂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受到影响。伫阮无牧者的期间，恳求主保守阮的教会，互阮各团契、各部组的运作由愿挺好。保持正常来运作，阮将侪侪事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知只要阮求，主就会将上大的福分赏赐予阮。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兄弟互相请安。咱请兄弟坐下来吟背遍诗，正诗510首，510首，黑落天顶主宰。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电乐结束了后，咱才离席。
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恵みはとこしえまでその真実は世々に至る我らは主の子の主の民その牧場の羊知れ主こそ神喜びの声上げよう来たれ主の前で喜びもって使えよ感謝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